受到国际A型肝炎疫情的影响，咱国疫情嘛在炭烧。今年计共有73例，嘛出现头一个本土群聚的事件，包括2个大聚会民众甲2个伫工课场的接触者，目前是考出8人来进行监测。解封了后，个人出国旅游的热潮在延续。疾管署统计，今年以来下肝境外移入17例，是最近8年以来的上悬。本土病例56例，嘛创3年同期的新高，有少年化的趋势。而且出现第一件本土群聚，2个做伙大的男性拢确诊，另外一个30多岁的男性是确诊个案工课场的接触者。这个工课场的清洁人员，一个30几岁的女性，目疑是因为摒扫接触环境确诊。跟往年比较不一样的是说，今年看起来这个传染途径比较多元哦。那包括就是可能生食一些那个像生菜或者是鱼贝类，或者是说透过这个环境接触、亲密接触哈，都有可能是这波疫情的传染途径。疾管署提醒讲 ，A 型肝炎是透过粪口毒菌来传播，做伙食罔着防污染的环境，也是和感染者亲密接触，拢有可能会感染。防污染的青的物件嘛有风险，感染了后会出现发烧、规身躯真忝、食袂落、含巴肚无爽快这的症头，后壁会发生晕痰。为了要降低A肝传染的风险，请民众爱维持好的食物件和卫生习惯，一定要用湿文来洗手。另外，国内新冠疫情的部分已经连续5礼拜起哩，新增加6例死亡病例，还有34例的重症，年岁上细汉的是无到1岁。曾经有到诊所就医，那诊断是感冒。那不过后来呢，他的症状呢其实没有改善，而且甚至有出现了这样严重咳嗽、声音沙哑，然后有这个呼吸困难、呼吸费力的状况。在急诊就有发现他其实已经有这个低血氧。查某翁婴仔住院1礼拜治疗了后，已经康复出院。疾管署提醒讲，今年新冠疫情流行的是比去年更较早，按算伫6月进入高峰。虽然讲感染大多数拢是轻症，也是无症头，但是病情嘛是有机会发展做中重症。呼吁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会当注疫苗来提升个人的防护力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